開運風水助力，結合易經卦象智慧與曆法，係獨特嘅生活智慧工具。其高身中空嘅設計取像風水文昌塔，寓意招財同開運。助力每年嘅設計均符合當年開運卦象，成為低調高效嘅風水擺設，守護用家運勢。助力內含市場獨有嘅曆法資訊，如三元曆數吉凶資訊，籌劃用周期月，執行用周期月，部署重心轉移日，出行流年圖、出行月份圖、相沖生肖及12消息卦符，幫助用家趨吉避凶，精準決策。三元曆數吉凶資訊由編者蘇家興大師原創，將全年日子分為文昌吉日、桃花吉日、旺財吉日及風險凶日，便於用家選擇合宜時機。籌劃用周期月，執行用周期月資訊反映情緒、分析力、事件嘅效果同風險。部署重心轉移日提示形勢變化，呢啲資訊適合管理層喺工作上參考。出行流年圖、出行月份圖提供8個方位風險程度，作為平日開運或出門嘅指引。相沖生肖則為日常安排同心態預備提示。12消息卦符配亮金色效果，有助用家遠離小人，鎮壓諸邪。助力自2019年推出以來，均附贈離火籤，既可標示月份，亦有助增強文昌運勢。2023年起，新增幸福中公開運貼紙，助願望達成並激發正能量。助力唔單止係曆法工具，更可以幫助用家迎來更好嘅運勢同機會。2025月至蛇年嘅開運風水助力經已推出，立即選購，體驗助力帶來嘅神奇開運力量，讓2025年人緣暢旺，財運亨通。